嗨，大家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啊對上嗰一段影片啊，就同大家分享到，依家中國嘅經濟有幾差，大家有眼睇㗎啦。唉，即係所以睇見佢哋咁咧，有時我都會呼籲我嘅觀眾，即係如果你哋可以嘅話咧，都希望你哋可以俾多啲正能量佢哋，因為我始終相信笑係可以感染到身邊嘅人㗎。Sorry 啊，喂，唔准笑！你個個想我停唔到啊！咁好啦，今晚正嚟先啦。咁隨住近年中國經濟轉差，內卷又越來越嚴重，咁所以就有好多嘅中國人啊，就開始走到其他地方嗰度尋找發展，又或者係賺錢嘅機會，或者其實都唔係啲咩問題嚟㗎，好正常啫係嘛？咁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啊？問題係佢哋係去到其他地方都係繼續搞內卷咯，仆街！救命啊！你班人係咪黐線㗎？即明明自己係唔中意中國嘅內卷，所以先走出嚟㗎，點知一走出嚟咧，又喺度繼續搞內卷喎！咁然後就不斷開店專打價格戰，對當地產業發展好冇貢獻，我真係黐 Q 線嘅，真係你話你班人有幾咁討厭先得啊！咁所以認真嘅，即近年有好多嘅中國人都成日講到話自己因為怕咗中國嘅內卷先走出嚟，你收皮冇咁多廢話啦！出得罪啲咁講句，你就只不過係捲唔過人，所以先走去捲其他人啫嘛！點解你咁都估到嘅？你點呃到我嘅啫？咁所以今日就多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下，近年一班中國人啊係點樣將中國內卷一個嘅劣質文化捲完香港，再捲到嚟馬來西亞，當中又衍生咗啲乜嘢嘅問題啦？對當地嘅禍害同埋潛在影響又有幾大啦？咁一路最後啊，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分享到佢個人睇法嘅 ，OK？咁其實一直嚟啊，咁我哋香港都係深受中國一種嘅內卷文化影響，而直到近年，隨住中國同埋香港經濟轉差之後咧，一個嘅影響可以話係變得越來越明顯啊！咁簡單舉兩個例子，第一就係自從香港輸入大量嘅中國專才外勞之後，咁佢哋為咗搶佔香港勞動市場啦，就不惜降低身價，接受低薪工作，仲要係玩爛晒啲規矩，主動提出無償加班，甚至乎啊仲可以係24小時 on call 添嘅。咁正因為咁啊，即係原本香港嘅經濟都已經轉差，好多人嘅生活都變得困難啊！咁之但係一班人咧，仲要係繼續搶香港人嘅飯碗啊，就令到呢一種嘅情況雪上加霜，撲你個街啊！真係。咁第二個例子啦，就係喺香港啊，開設大量嘅中國平價超市，以極低嘅價錢，中國大陸直送嘅貨品嚟到搶佔香港市場，造成惡性價格戰，去影響一大班嘅中小企。咁直到近一年啦，咁就發現連馬來西亞都開始出現一種嘅中國內卷嘅臭味。咁主要就係彌漫喺吉隆坡呢一度，咁其他地方就唔清楚啦。就例如係嗰啲中國平價超市啊、餐飲啊、商店啊，哇！真係我依家行街都見到一大堆人，唔係講笑。咁所以今日就等我帶大家一齊走出去睇下，咁你就明㗎啦。係啦，咁今日咧就諗住帶大家去一啲我之前有時都會經過嘅地方啦，同埋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即係近呢一兩年嘅嗰個轉變，就開始真係有越來越多啲中國嘅超市，中國嘅即係嗰啲貨品啊，乜都有啊，即係突然間多咗好多，唔係以前冇，以前都有嘅，我一開始嚟嘅時候都見到，但係就冇依家咁多咯，依家真係好多，係啦，呢個唔係誇張嘅，真係好多。佢話應該係一樓呢度嘅，睇下先，哇！睇到啦，已經一上到嚟就已經係啦。即係平時有望到下咯，但係冇乜點特別上嚟睇咯，係咯，都真係幾大嘅。呢間超市叫咩名？河馬新鮮中國超市。你冇尋沙射影啊嚇！大家見到啦，中國嘅零食，好似以前行中國大陸嗰啲超市咁啊，真係個種都可以咁樣即食嘅咩？我平時開嗰啲都係現成整嘅喎，我估唔到有啲咁嘅真係好嘢啊！中國嘅醬料，啲廚具嘅 brand 都嚟埋添啊！哇，碗碗碟碟都有啊！呢度係文具，我哋係唔係啊？喂，海鮮都有啊？咁係嘅，河馬新鮮。咁係咯，有呢一個海鮮檔攤都係好合情合理嘅。我呢度有埋兒童天地喎，喂大佬呢個係咪超市嚟㗎？夾公仔都有添，呢個係夾中國零食，唔係吸引成咁啊嘛？咁大概俾大家睇下咯。嗱，其實真係冇惡意嘅，純粹係想分享，即係都係嗰句啦，分享俾大家睇。我嚟咗馬來西亞咁耐嘅一啲轉變，即係我發現附近真係好多呢一啲中國超市，無論係大型又或者係小型。嗱，我陣間帶大家睇一啲小型都有㗎，都係有啲小型嘅超市係越開越多咁樣咯。大家見到啦，即係開始係多咗好多呢一啲中國嘅嘢飲咯。以前都有嘅，以前，但係近年真係見多咗咯。咁同埋就係呢啲啦嚇，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中國嘅零食都係見多咗咯，係啦，唔係話以前冇。咁所以就我都唔知點講。大家見唔見到啊？對面應該開咗一間新嘅麻辣燙，之前都未見過。
跟住依家係有好多類似一啲店出現咯。咁除此之外啊，咁近年亦都係開始有越來越多中國人，無論係合法又或者係非法，都想嚟到馬來西亞一度賺錢。咁當中就包括近日就有中國嘅攝影團隊啊，就嚟到大馬一度揾食嚇，開超低價299蚊嘅 ringgit 啦，包化妝、P 圖、做爛事，而引起好多馬來西亞嘅人嘅熱烈討論。咁而且亦都有中國嘅裝修團隊啊，就嚟到馬來西亞一度搶單做，甚至乎隨住有越來越多中國嘅企業商店進駐馬來西亞，咁我就發現佢哋咧經常都喺小紅書嗰度暗地裏請啲中國嘅勞工，將啲中國勞動力輸入嚟。咁依家仲要係誇張到啊，就連有一班身喺馬來西亞嘅中國人都開始頂唔順啦，然後就拍片叫一班家人們唔好捲過嚟啊！仆街！我發現啊，馬來西亞的市場現在被中國人搞得非常的混亂。就自從中馬免簽之後呢，就有很多的這個中國人組團來這邊搶飯吃了。前幾天呢，有一個中國的攝影團隊推出了一個馬幣299的拍攝套餐，給你提供場地、專業的化妝、2套衣服、精修的照片，還送短視頻。這不就是妥妥的價格戰嗎？而且啊，他們是完全沒有遵循本地的一個市場價。我看過評論，就有很多本地的攝影師說，這個價格他們都不夠 cover 掉成本的。所以結果是什麼呢？就是陸陸續續有很多本地的攝影師說要被迫轉行了。然而這些中國的團隊呢，它大多都是低價引流，就賺一波快錢，打完了就跑了。而且還有其他的一些行業也是一樣，像很多做這個二手車的，我聽說的騙一波中國人，騙完錢就有很多寶媽呀、留學生啊在上當受騙，真的騙中國人的都是中國人。其實我在馬來西亞生活了這麼久，就我會發現這邊真的是一個非常包容的一個國家來着。我們中國人來做生意嘛，他們本來也是歡迎的，而且也會提供很多便利條件給我們，但我們絕對不能去擾亂市場。我們要去做到的是本地化，就不能亂丟價格，把這個市場完全破壞掉了，否則我們就會把馬來西亞變成另外一個內捲的中國，誰也賺不到錢。所以呢，簽證我們要該辦，稅該交，可以競爭，但必須合法。喂，大佬啊，依家連佢哋自己人都頂唔順啦，你話幾嚴重先得㗎？咁先第一度順帶一提啦，你千祈唔好以為一班中國人係為你哋發聲啊，即係其實佢哋背後嘅潛台詞就只係你哋班渣人們好心，你哋唔好捲過嚟啦，我已經喺度捲緊㗎嘛，冇阻住揾食先得㗎，咁真係啊！首先睇我新回應嘅就係，咁我就發現有唔少人啊，特別係馬來西亞嘅人都對中國內捲到嚟馬來西亞一個現象存在有好多嘅誤解，甚至有啲人仲講到話呢一個係好事嚟添嘛！哇，大佬真係話你弱智都高估咗你啦，係嘛？你點諗到㗎？就例如係我喺網上邊最常見到類似一種嘅留言，簡單幾句嘅說話就已經出現3個嘅邏輯謬誤啦！呢班人真係好嘢啊，佢係嘛？咁第一啦，就係明大家已經係提及緊嗰個問題嘅所在咁之，但係咧都可以俾你講成怪天怪地怪人去試圖合理化一個問題存在嘅情況，就等同你仲用下一個充電器嘅時候突然爆炸然後咧你就係咁鬧一個充電器，又話佢垃圾又乜又柒咁樣，就喺呢個時候咁我就走埋嚟同你講句。哇老耶，人啊總是喜歡怪天怪地怪別人，這麼多人用這個充電器，為什麼只有你的會爆炸？你跟我說說，是不是你的問題啊？你為什麼不把自己的手變成抗爆炸？那這樣就不就行了嗎？它爆炸的時候你就沒有問題了嗎？你要怪誰哦？佢啱。咁第二啦，就係一度就已經出現咗一個嘅前提錯誤，就係你認為中國即係捲到馬來西亞係會帶啲人才俾你㗎。如果你真係請到我就冇嘢好講啦。咁之但係現實上面中國嘅內捲呢，其實絕大多數就只係廢柴對廢柴啊嘛。咁正因為大部分咋，即係都有少部分係人才嚟嘅。咁大部分即係可能因為佢哋冇一啲好突出嘅技能，又或者係競爭力，咪要降低身價，自願做一啲低薪嘅工作，無償加班做爛事嚟到去搶人飯碗咯。咁就第三個問題啦，就係講起提升自己一個仲好笑啊！我哋明唔明乜嘢係內捲啊？就即係大家喺同一個競爭力底下，依家班中國人透過唔公平嘅方式嚟到同你競爭啊嘛。咁依家你居然唔係針對
嗰班中國人用一種咁唔公平嘅方式，而係怪嗰啲本地人即係要佢哋提升競爭力。佢哋可能去廁所屙屎嘅時候，咪連個腦都屙埋出嚟啊！嗱，我唔係話提升競爭力唔重要啊，而依一個問題嘅根源係在於依班中國人佢係做爛屎啊嘛，係做爛屎啊，聽唔聽得明啊？做爛屎啊，係咪要講普通話啊？成人緊啊，咋會講埋馬拉文聽唔聽得明啊？咁所以唔該你哋搞清楚啊，內卷從來都唔係一個良性嘅競爭，甚至乎我會話中國嘅內卷呢係連競爭呢兩隻字都講唔上啊，因為嚴格嚟講啊，佢哋呢一種呢係叫做鬥爭而唔係競爭啊，就係要搞死晒啲同行，從而令到佢賺大錢啊！長毛，你家打我打人㗎？我係打人啊！你吹啊！我就要打到你對人好似律輝我一樣殘廢、殘廢、殘廢，我走。咁所以一件事啦，就令我突然諗翻你好耐以前咁，我曾經睇過一個嘅笑話，就係猶太人同中國人做生意嘅分別。猶太人呢做生意就係咁啦，一個人開完餐廳成功咗之後，另一個呢就喺隔離嗰度開飲品店，到之後啦，另一個又開停車場，又開油站、開酒吧，咁慢慢令到嗰一個地方變得興旺。咁但係中國人做生意咧，就係當有一個嘅中國人走到去嗰度開間餐廳成功咗啦，咁然後下一個中國人就喺佢隔離嗰度開一間餐廳噶啦，之後另一個中國人咧又喺隔離度開餐廳，下一個中國人又喺隔離度開餐廳，去到最後咧就10幾間餐廳喺晒嗰度，然後搞到大家死下咁樣咯。而一個正正就係中國嘅內卷啊，明未啊？咁就第二個想回應埋啦，就係當你聽到呢一度以為已經夠可怕嘅時候咧，錯啦，其實我太睇小班中國人。咁作為香港人啊，即係好話唔好聽，對住一班人20幾年，即係上述我所講嘅嗰啲咧，可能就只係影響到你哋嘅生計。咁而我會話，其實最可怕就係連你哋日常生活都影響埋啊。咁因為當有越來越多中國人捲到你哋嗰度嘅時候，佢哋係會連帶埋自身嘅文化價值觀、中國嘅嗰一套嚟到去不斷影響你哋，呢一個先係最攞命啦！就成日好似有隻烏蠅嬲埋嚟，對唔住，唔係一隻，係一紮烏蠅喺你耳仔邊。就以馬來西亞為例啦，即係其實近年你哋都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呢一啲咁嘅現象，咁就包括最近啊，咁就有一班中國人就喺吉隆坡附近嗰度做酒托，專門過一啲馬來西亞嘅華人呢，就走到去指定餐廳嗰度食嘢。沒有，因為你不是第一個這樣子用這種方法的酒托，我就看就這個餐廳，我就看你是哪個餐廳的，原來就是這個餐廳的，這個餐廳用這一種這樣子，用這一種下三濫的手段，來，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如果在中國已經報警了，報過好多事情了，來到馬來西亞做詐騙，來馬來西亞做詐騙啦，這一些。又例如係早喺上個星期啫嘛，咁就有中國人喺檳城食完榴蓮之後咧，就聲稱話因為唔好食，咁所以埋單嘅時候就俾少咗錢，咁而且佢仲好理直氣壯咁同你講話係你問題而唔係佢問題啊。還行，我就因為講道理我才跟你講，講這個價，我沒有欺負你，我覺得我被欺負了，我到了這裡以後，我覺得我被欺負，你不要指我。我70歲了，還要跟你爭那個幾塊錢，蠻有用的，真的給他啦。你還可以嗎？那你們給我們點補償呀，這麼難吃。還講價就不可以。太難吃了。心裡舒服嗎？我不舒服，所以我要是這樣給錢給你，我就覺得我像傻逼一樣，你知道嗎？我已經給你50了，你還要我要？就這麼奇怪。我現在不要給他算，不要給他。多少給我們點誠意？你是商家，我們是顧客，我們吃了不好吃，不好吃，就是不要說不好吃，不好吃是你說了，沒有人說。不要指我，沒有人說不好吃。你這樣子沒有禮貌，不要指我。有，例如係有一班中國人咧就將佢哋嗰套價值觀帶入嚟馬來西亞，就以為錢係萬能嘅，只要有錢就可以隨時 book 到位食飯，甚至乎仲有一班中國企業嘅老闆仲想要求馬來西亞人做到好似中國奴隸咁樣添啊！在馬來西亞這邊招人我真的是氣炸了，我真的受不了這邊員工的工作態度我還都招的是這邊的華人，我都不敢招馬來人如果臨近下班的時候你給他們布置一個任務他們真的會回懟你為什麼不早點布置任務？今天快下班了，我們明天再做，空調只要一停馬上就走人，不帶一點加班的要是在國內真的給他們 fire 800回了周末更不用說了，根本找不到人，周末發信息根本不帶回你的，他們一定會在周一上午上班第1分鐘給你回信息，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這還回雞毛黃花菜都涼了。在這裡老闆真的是孫子人家要的是 work-life balance，
他們真的是太幸福了。咁所以你哋依家終於見到問題嚴重性未啊？作為香港人啊，對住一班嘅傻鳩，甚至乎佢哋嘅行為對住20幾年，坦白講句啊，真係好容易令人哋黐線噶。咁所以點解每次拍片講佢哋嘅時候會咁火滾啊？有一啲人唔明，我唔怪佢因為你若經我苦，未必有我善添啊。都成日都話咯，我淨係齋用口唔用手啊，就已經係對於一班人最大嘅仁慈啊！話俾你聽，對住一班嘅傻鳩，真係稍為 EQ 低少少啊，都想攞刀斬撚死佢啦！我唔理佢再講乜，就今場殺佢唔死我就自殺！咁所以咁多位馬來西亞嘅朋友，可能你哋依家咧都仲未有呢一個去體會，我係完全明白嘅。咁之但係長遠而言，當係越來越多一班中國人入到嚟馬來西亞，然之後做埋晒一堆嘅行為，而且你仲日日睇住佢哋咁樣做，仲要係俾佢哋反批鬥，係話你唔啱，你唔夠包容，你應該要尊重佢嘅時候啦。咁你哋就不妨睇翻呢一條嘅影片，咁你就明我今時今日都依然能夠咁樣去對佢哋，都算係好溫柔噶啦。OK。咁我講咁嘅重要先。咁對於中國內卷一個問題咧，咁根據我嘅觀察同埋經驗，我會話，當你見到有一啲嘅中國人，無論係合法又好，又或者係非法捲到嚟馬來西亞嘅時候，其實就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嚟嘅啫。情況就好似係你屋企見到幾隻螞蟻咁樣，背後係反映住即係嗰一啲嘅螞蟻好有可能已經喺你屋企起咗個竇㗎啦。你見到只係幾隻咋，仲有一大堆你冇見到咋。咁嘢喺度唔好話唔提醒你哋啊！你要同中國人做朋友 ，OK 冇問題，我唔係話阻止你啊。而你要記住，做朋友還做朋友，但係千祈唔好俾一班人恃住，即係同你 friend 啊，恃熟賣熟咁嚟到馬來西亞度不斷捲。即係你要記住，一班人咧係好中意玩嗰啲情感勒索嘅啊。當你同佢一齊熟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大家都是自己啊，沒有問題嘛。咁總之都係嗰句，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我冇所謂噶，係咪先？咁總之你遲啲咪知道咯。